我哋再睇第二段，第二段講善惡嘅標準就低咗一層，冇前面咁高。前面嗰種標準係法身菩薩嘅標準，實報莊嚴土嘅標準。第二係唯識論，以順益此世他世之有漏無漏行法為善，呢個標準就降落嚟啦。於此世他世為選之有漏行法為惡，呢個係總綱，下面係論文。先將嗰個論嘅總綱講出嚟。呢兩句係黃念老，呢兩句係黃念老寫嘅。下面係論，就係唯識論嘅論文。能為此世他世順益，故名為善。你睇，而家現前係善，將來仲係善，呢種就叫善。如果對現在善，對將來唔善，呢種就係惡。咁我哋嚟睇科學，科學嘅發展對而家善，對將來唔善。我哋中國老祖宗要唔要？唔要佢，唔係中國老祖宗唔懂科學。而家嗰啲科學技術，老祖宗都知道點解唔發展，因為佢對現前有利益，對將來有害處。老祖宗有智慧，唔會做呢種事情。呢一個比前面標準降低一等，前面係絕對標準，呢個係相對標準。喺現在世唔善，喺將來世亦唔善，咁係惡。呢啲絕對唔做得。我哋睇下，睇我哋中國嗰種現代化，另一部分人富起嚟，睇起嚟好似係善好事。而家我哋知道嗰種事情做出嚟之後，將中國人從前嗰啲倫理道德觀念完全消失咗啦。我哋付出嘅代價唔值得。要做咩事？將傳統文化復興起嚟，咁係大善啊！傳統文化復興起嚟嘅時候，人民生活會唔會提升？會提升，冇副作用。嗰種事情我哋有實驗可以做證明。我哋以前喺廬江做過3年文化活動，地方上嘅經濟通通提升，都帶起嚟啦。文化帶動經濟係正面嘅，係好嘅。文化邊有唔帶動經濟嘅道理㗎？絕對帶動。當時我同地方領導、書記、園長傾到呢種事情，我話傳統文化只要一復興，尤其是我哋能有聯合國嗰個平台做宣傳，對全世界宣傳。換句話講，全世界嘅人都想嚟睇下，都想嚟學習，所以我就同地方幹部講，我話廬江縣唔好發展工業，工業係染污，我哋唔要佢。
我哋發展咩？發展觀光旅遊、服務業，多起啲細旅館，多發展飲食文化，令佢哋嚟呢度住得好好，食得好好，嚟呢度學習。